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人上通马街》，我是刘碧珍。今天线上有请到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齐彩云小姐。彩云，下面上老观众朋友们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齐彩云。彩云哈，今天有请你来主要的因为来做一只话题，做你最有法度谈哦。当你做的事情，应要做几下多。是，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请好说。记得有一摆我到雅布卡，两啥都做下大在顾，你然后讲非常多，分享你的文史，分享你家族的故事。说两件事情我知道，青春有精神就会分享。我想今日就对两片来开始哈。我先讲一件我去家感动的地方，就有一摆你敷衍见。拜给美食剧本来讲，有本书你要看嘛？有本书就会今日有带来现场嘅哈，请转阿妹嘅米西，阿媽嘅米西哦，南普人講阿媽哈。我係講想看喎，我後來就講我愛看，結果確實看嘅時候就感覺挺神奇。然後一般下說嘅冇相同嘅地方就講。佢係老佢作者係邱老師、邱桂燕老師，佢老非常多佢嘅生命嘅故事、家族嘅故事都表現來。我想後面就對兩本書一種想法了，開始講起，所以先講一下你聊兩本書嘅關聯嘛。好，冇問題。這兩本書簽咗阿媽嘅米西哦，作者邱桂燕老師，差唔多美術史記。好多年呢。哦。佢點解講啊？我有4年呢，還有5個4年嘅時間啊。佢就應人嚟講過，跟我請你吃飯，我一定要請你吃飯，請你4年向下吃飯。所以我就想講佢要當熱情啦，要人嚟講佢會做乜嘅，會做倆，會做嘅。特用菜很像就當澎湃、當好食的樣嘅。然後呢，正經就在今年的8月，那本書係7月份的時間有做一個新書發表會啦。但是8月的時間佢就我就貼片呢就帶5個4年比搶。哦，你帶5個4年對男裝去都咪濃嗎？頭婚見面。哦，所以就係講佢其實。佢做乜做一樣嘅事情，意思就係講，其實佢除了講，就係家人講嘅分享，就講佢老佢自家媽媽，也係講阿媽阿婆，就係講南部嘅鄉親係講阿婆嘅意思啦。還有甚至就其他嘅叔婆幫妹，就另一邊嘅婚姻家，佢就頭擺兩擺去，因為生存嘅關係啦，就講。乜嘅時節有乜嘅東西好食，大家一天呢會就講盡量，不管係去菜市去摘也好，去像雞啊豬誒，去餵雞餵豬誒，也係講去哪去切，所以就講佢將佢嘅生活地位度嘅所有嘅老食有關呢，唔單像佢屋卡咩有老嘅注釋，做廚師做注釋有關聯。還有講就講佢看到了條裝備，大家樣板去，為到老自家生意學太來，按樣去經過佢十分的感動，所以佢寫出兩本書的時間，你咪知道講，佢後本雖然有做法，有冇？你看得到那條做法，食譜，但是呢，跟面前就會給。田野調查嘅經過，先到嘅基礎哈，係錯，就係佢樣板係老你客家文化，還有客家菜，在啲嘅閩南地區，尤其係閩南地區，用係學煮嘅，那種煮嘅清好食，佢嘅肉質，還有雞，也係藜麻，也係下鍋摸下呢條，全部都寫到了啲本。係，一如果我去家睇兩本書嘅時間，我感覺挺神奇嘅素材，佢有非常豐富嘅田野嘅一個基礎在底部，那我已經我去到神奇，就講過去人都大部分都北埔嘛，體擺去南埔嘅時候，體擺是到南埔嘅半條。有老人北埔要按摩腔樣，有時都記到嘅豬腳，豬卡，老人北埔也冇腔樣，可見這種食物呢件事情，實際上係老地方，老文化都有一體關聯哈。冇錯，佢菜園你按豐富嘅經驗樣型。你印象中有他媽個客家菜對你印象較深刻嘅冇？客家菜當多啦。其實假使講你頭擺冇正經，就講攞佢貼片分出來，很多乜個客家菜嘅時間，其實
就讲就应声咩，就等得去家跟卡阿妹啊，还有爸爸用叫他去说，其实冇上按多，是后来去家做生以后，张弟弟讲哦，原来有分哦，哎嘛个很多客家菜，跟南埔的半条，然后你北埔的半条，面趴板然后半条有木腔用，甚至你的水板呢，你很多水板呢，记得很多碗的板，哦，记得很多碗的板啊，错，就是养木腔用，记得我讲。磨相同，所以我们做过按用的磨腔用，其实就是一个菜体法，所以讲可能几个基本的原料哈，就讲基本款，你讲基本款、基本款，係差唔多的，就會密實。但是到國家萎縮的時節，佢就會發展出佢自家嚇磨腔用嘅調味，也好，也係講反正有乜嘅就加乜嘅。係哦，有樣。你講到咧，就想到世上有非常多嘅所謂客家菜南埔嘅，你試嘅時候發現，我北埔有冇？你話有種比較啦，嗬。一個比較度啊，就講聽說之外有好唔好，有偏好等等。我剛剛也做客家菜，係你講客家文化老食物。神奇的素材，客家咧在某位帶下，係你有非常多嘅多元性，然後差異性啊，所以你看，我係講青好什麼嘅，那就印象深什麼嘅。其實我之前啊，我前一報有寫一篇文章啦，就講喺提到講我嘅家婆，就突然去食水板嘅兩件事情，係因為嗰當時係因為。因為水板有兩種嘛，你有兩種口味，一種係鹹的，一種係甜的，所以甜的就當簡單，錯嘛，就只有無糖甜甜。嘅鹹的咧，對，那嘅鹹的時就會炒掉嘅嘅蘿蔔乾啊，吼豆腐乾啊，豬肉啊，切一些地一些地，哎去下工啦，下邊嘅了掉。我就知道講，就因為嗰擺呢很細啦，很細，嗰當時。就係我家講嘅唔掂乜嘅很多客家菜嘅時節，客家嘅米絲嘅時節，所以將讀小學以前嘅嘅暑假，所以我就去到家婆嗰邊，就係滾水，沒有啲嘅粗鉗，滾水，就因為嗰邊有石油，所以很多滾水，嚇，滾油都勁少的勁，嚇，勁水。結果呢，因為我媽媽就有一擺我水凍煮嘅時節，佢就唔啲愛獻奶。結果呢，我就當緊張，我就想講哇，媽媽我就聽人用家聲，我要潛佢。我緊張。係，所以家婆就講唔怕，媽媽一下就倒咗來，跟我帶佢去食水板。我就想講哦。食水板呢，當好嘿，糖到生啊就他點清下了，後來整件阿婆就突然去市場行去食水板呢，然後去搞水了的，就食水板的時節，佢就冇愛講湯那種，兩種咩哈，我就想講就一下就想講我要湯甜的，其實我兩下多種人想，其實我冇按好食甜的，我唔啲幾當時我想講食甜的。結果我就知道食甜的食甜以後，個心情又很好了，就知道哦，我等媽媽做來就好誒。所以呢個事情哦，就講本來當有印象哦，就知道講哦，其實可能緊張的時節，有人我食巧克力有嘛，係講食甜的甜點咧，我就知道講哦，可能啲水板咧也係愛生命當中嘅一個甜的點心。蔡雲講一個水板嘅事情，就講人家伊老食物老回憶，老一個親情，就連鄉下嘅嗬，家婆就連鄉下，我也有水板嘅故事，係嘛？我記得我細個時候都裝頭髮有人當來買水板，係開店來嘅，佢打開來說。規籠嘅一樣一方，係嘛？很強哦！還有嗰種唔單止係味道，還有嗰種熏香美感，在嗰個過程中你會感受得到一樣嘢。最要一樣食嘅只有還有玩具，就透過那種磨嗰種塑膠那種，跟人一樣講係咩香多？所以講係喺台北出世，台北大，唔講係細細嘅時節哦，就要差唔多10點零、11點剛好，啱冇頭哦，啱冇頭。佢就會就有人會叮，就佢會送啲一台菜，佢就會叮，就講佢
底部去买姜菜，就一种姜菜做的送的茶。姜菜茶。嘿，结果几张年系烘嘅，就我会听到俺妈妈会老佮讲哈，有一摆俺就吃到讲当神奇，俺要去烤个叮，因为个像铃铛的按样型的咩，所以我就去叮，跟俺妈妈讲真的啦，按炒，人家大家水木的，我就叮，我就哦当神奇的，个底部就一碗一盘，我就吃到讲，我就记得讲有我青蒿的迄一种很多粉的，粉色的嘛，粉色的，一条的，跟很多像人的豆枣按样型，按样型的，腌渣按样型，一起粉色的，我看我咪啲黑番人来讲，我就同妈讲，妈妈我要粉面线。我细细就讲，我要粉面线。哇，等于讲你去家有一道创意，都你去家老两道东西安面。哎，讲行呢，我记得我讲，妈妈我要粉面线。哇，那个起家长有个密语。哦。讲到了客家菜，老一个是否有关嘅？当然，就讲因为后来做客家相关的工作，就有机会我接触非常多嘛。听我讲到南埔，我印象挺深，半条老人北埔木腔样，还有其他挺多老人木腔样的素材，客家菜也种多年性吼。我想等下嘅节目之中，下一段一个继续来老大家分享按精彩嘅有关食嘅故事。观众朋友，欢迎转到真相通马嘅节目。今日有想到去参与手机老大家分享食两件事情。听我讲到，其实食唔单讲系生存是有食，唔单讲系米土，其他应该生活经验、童年各方面都有关联。听重要就讲，是否其实对那只蔬菜嘅特殊嘅环境，听说话有特殊的食法，同样的材料可能话有冇相同的做法。故说，接下来想要参与来大家来讨论一下，分享一下，你感觉所谓的家乡味到底系乜嘅？家乡嘅米，家乡嘅米是，我之前有同大家讲吼，就讲我知道，因为我自己就唔系都种下太嘅，你都特别太，错，所以对我来讲吼，就讲。可能一方面係我媽媽自家做嘅菜，所以當然會識到嘅。再來呢，當然你過年過節啦，再去鄉下，再去像一年鵝麵嘅爸爸呢一片鵝麵水流凍，而家個我媽媽呢一片係粗劇，苗栗嘅粗劇，所以呢就可能都多啲幫妹啊，又係講阿姨啊，佢哋做嘅東西，對我來講係。你所以人行未錯嘛？所以人行就講，其實就唔係講按要像人嘅家鄉味，就你一天愛食到，一天愛去尋找嚟嘅味是。係對我來講啦，就係講你去做人下嘅時節嘅心情，係老你你時也想愛食到嘅味是冇同樣。對，所以我就會知道講，其實家鄉味自家做的，唔係講唔係講愛食到萬人做嘅東西。自家也做得創造出來嘅，有樣。給你哎呀，嘅話等於講，所謂家鄉味對你來講，就係可能係你生活嘅環境多兩般，還有人物卡到特殊嘅阿妹嘅做法，係樣嗎？錯，因為我知道我會去觀察我媽媽佢哋做嘅佢嘅想法，因為我物卡。就會一定會有結賬。哦，按樣型啊？係，去亞洲嘅嗎？冇，佢會買來。但是老媽你買幾位特別去燙啦，還有卜菜，還有鹹菜乾。我是講以前啦，就講佢鹹網，我爸爸鹹網退休都轉去自家家鄉以前，去買嘢喺度。後來佢多轉去以後就自家做，我媽媽外面做結醬、吃乾啊，然後以後多轉苗栗去帶嘛，去水流凍，都可以自家做，自家做，卜菜、鹹菜乾，也係蘿蔔乾、蘿蔔絲，還有筍乾，哇！講到筍乾，蔡雲啊，想到你有一篇文章，寫嘅澳洲筍嘅故事哦，食材係挺重要嘅，你可以分享兩個故事嗎？
哦，这故事其实从俺妈妈老家婆，就俺妈妈知道讲，佢懂繁衍俺嘅家婆，所以俺在文章一开头俺就写到讲，其实在俺妈妈嘅时装台当中哈，就2张相片，两得就会记了俺家婆，冇其他人哦，冇拍啥，就会记两啥，两字。爱，哎呀，好，两字爱嘅相片，所以讲很像俩相片底部都俩时空系点亲呢，还有讲俩妈妈系水爱嘅，我自家有爱用咁讲，所以我没有听过佢讲过我家婆头摆用白线带佢去澳洲顺嘅事情，好就讲嘅当时因为我妈妈当嘟嘟小学毕业。差不多6年嘞咩，毕业的时间。一天会多嘞。超就没系俩竹笋，清楚的时间，所以佢哋两茶就是贵竹笋。然后佢家婆行到面前，佢行到后背，天天的停停，因为年较细咩，脚咩较短咩，所以我就将这种场景啊描写出来，就讲我妈妈有人嚟讲，其实人嚟讲的时间是讲家婆老佢讲。嘅用埋去看，因为嘅按摩摩嘅他们天讲，按摩摩你用去看得到嘅竹笋啲奶，那边做的有竹笋，那边做那位油那片油，佢看唔到，结果阿婆讲家婆讲用糖嘅，用糖嘅，因为你糖你上细糖嘅竹笋啊，佢爱出嘅吐嘅出来嘅时间，跟奶油嘛，会有按用。一下会有一系列上映。哎呦！我谈到哎呀故事，我会想讲，原来谈得到，好有画面哦。但是其实细的时间，很细的时间，后来啲故事一出到我心肝度，我就会印象，一出到我自家结婚以后，多转去乡下待的时间，我就会知道讲啲变成唔系故事诶，真嘅我就会去家去吃看他讲有啥么，有谈得到么？就讲吃讲啲变成一个。你身体的记忆，唔係講只有講故事啊，講睇少少啊，可能就冇事情。所以我就講因為禮拜可能因為寫文章的時間，就會寫按用嘅就老順的有關的故事，我就一下就想到用糖嘅，因為你大部分寫文章就會用詩稿，用木竹框嘅，所以我呢篇文章就會用義工糖嘅，用糖稿。呢個故事。雖然講起我蠻有詩意，就講對於個阿妹嘅阿妹，按用唱下來嘅屬於自家家族嘅故事，然後那個食材，事實上就老五星嘅老通，家務也都全部連強下樣，非常嘅。因為我媽媽也會想講，我要按多聲音咧，所以喺我去。貴族孫時節，佢就啲牙後背咩，牙成溜啊下去，下背嘅，佢就對我後背講，佢你要上網掉誒，聲音按到哈，按到聲音咧，你去搞要上網鼓啊，去總嚟識咯，佢就想講，哇，要按才過，希望一唔係牙長些。習慣咧，按用去羅通咧，按用去，但是你下媽媽啲後背就硬講啊，就想講，哎呦，媽媽我後來做咗當好誒，你還用講？哇，講到呢邊哦，聽到老觀眾朋友補充一下，蔡宇坤要按後上，唔過有5個聲音，有5個聲音咧，我想對一個聲音就連下來啦哈，然後講到家婆，講到阿妹嘅故事，跟你倆去家做阿妹咧，你老一聲音嘅之間。是兩件事情啊，像你要裝落實在冇咁容易哦。當然，大家懂唔識。我來分享一下做阿妹之後，你老生意呢，就講你用辦去照顧生意呢，食東西，用辦去創造小人去家無卡地度嘅家鄉味，小人也無卡地度嘅阿妹嘅美食。講老實話，我媽媽也知道講我唔曉得做菜，所以我去家呢，我就想講。反正係都鄉下成山咩，所以有乜嘅食乜嘅本來就按樣咩，就講可能兩下係錯，還有講兩下嘅季節係乜嘅，有順嘅就是順，有甘嘅就是甘嘅，但是會多會按樣嘅時可能就會自家嘅你講嘅滷。
卤用盐了卤起来，也係講洗澡了，也係按卤鹹湯、洗鹹湯按的。但是我會知道講，這條鹹冇辦法滿足我，因為我知道講嘅客家人有時候有陣時候吃啲東西唔係太鹹吼，就太用來吼，我知道講啲鹹係講下落一邊嘅人嘅意思，我攞去調整。我會想講哦。像我喜歡花呀、花香哦，有桂花的香味啊，加咩花咩做得啦，有的花咩當香，咁麼？那就做得做食材嘛。所以我就因為我細細時節14家下，嗰當時我家講啲台北咩，跟我爸爸媽媽可能去買嘅天福嘅時節，就有送嗰種嘅做雞卵糕嘅打雞卵糕嘅東西。哦，所以。嗰當時我14家下我看到佢哋做雞卵糕事情，我第一擺看到嘅時間，我想，哦，我一定愛玩，嘿，我就想講，哦，呢個東西我同好，我唔係講我識好識乜嘅客家美食啊，識辦嘅呢啲，我識雞卵糕，所以我後來我就因為自己有生意以後，我就會想講，特別要出去買雞卵糕咩當貴，還有個冇買嘅唔啲用乜嘅材料，係啲化學嘅東西唔啲假乜嘅嗬，我愛用碰起來，所以。我就想講，我就想到有按樣嘅東西，我就自己來做雞卵糕。然後呢，我就想講，我呢邊又帶了一本書。好，呢個部分哈有非常精彩嘅內容哈，我想到下一段哈，文采與下完整嘅時間，詳細來談下樣嘢。好啊，好啊，好啊。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今日線上有請到齊彩雲小姐嗬，彩雲講嘅小姐啊，有五個聲音咧。聽我講到講，伊用翻伊開始來創作屬於伊老聲音嘅之間嘅阿美嘅秘密。然後講到雞卵糕嗬，挺精彩嘅故事，係咪要同人老大家較完整來分享？講到雞卵糕，其實因為我細細時節家講做過咩，所以我說當簡單，所以不管差唔多佢可能3歲左右誒，就做得自家來做誒。哇！因為用天福嘅整，所以我就從第一個我先睇摸嘅講摸嘅開始呢，你就開始就講佢做生意嘅時節，你就自家來做雞卵糕，就講唔係去某邊買呢件事情，就你自家可以做，後來生意進來更多，當然呢，嘅食雞卵糕嘅機會咩當多，所以就太嘅土色，佢自家就會做，就曉得嘅。所以我呢篇有哈，剛剛有分看呢，就講。佢係也係鐵三嘅，也係鐵三嘅生意。佢1年生家下，佢做雞卵糕去請家同學，夾學校嘅同學生，當13歲年嚟聽聽。所以後來呢，你就變成我自家嘅傳統，我自家呢個屋企嘅傳統，就講生意自家，喺呢邊就提講，我自家做生意嘅時節，唔係講要求爸爸媽媽去買雞卵糕幫我食，我愛服務大家，我愛分享，係我自家做。哇！所以做嘅時間你就會想講，也係買季節，可能佢係熱天姜嘅，也係寒天姜嘅。個寒天姜嘅時節就可能係有桂花，所以我就冇辦法摘掉嘅桂花，洗澡來也做得新鮮嘅咩做得哈，你就落到啲，放到啲雞卵糕地杯度，也係講再寒啲咧。嘅有夾咩？因為夾咩皮咪做得變掉落去，亦係講嘅洛神，亦係講其他講有香味嘅，像亦係講黑棗嘅，像薑椒咪做得啦，番薯啦、黃蒲啦，全部我就知道講，反正唔怕，你就來吃啱，還有講生意嚟哦。我知道講我當難事，我難事，然後遇到搞位喺呢邊，搞位嘅做多咧，因為我就來食，然後見到附近就好啦。還有就講佢自家會有成就感，佢會聽，佢就會食下多啲。所以我知道即係按樣形就係。一開始可能很麻煩，不過後來佢自家會以後就不用佢去。彩雲講咧，佢係做挺好，就講食東西啊，件事情歡喜係老大家分享。所以食東西嘅過程創作非常多記憶，還有講自家嘅創意做得有發揮。按頭講到5個生意咧，冇相同季節，做話有冇相同味道嘅雞卵糕。那我還有個新創業，我做係有提到，佢會帶去學校啦，同學來分享。所以說我哋彩雲也做非常多，就講老師去鄉下做嘅工作。
注释还那讲食物那件事情，还从上次我变做讲。要歌唱中一个媒介嘛，哈，你做老太太分享一个部分嘛？做得，我讲来做成个一小团就会讲，因为大家讲，佢新年带去好教，然后大家分享以後，其他嘅班級嘅同學，新年會人嚟講過，佢係咩愛啊？係唔係廿班送嘅新年？佢係咩上愛？佢用開先咯，後來就來好教來參詳啦，就講可能喺一般可能就每一張嘢，亦係講2張嘢、3張嘢咧，就講列幾群咧，那就來教，嚇，個多幾年下就講1年教100，就講因為佢新年見來見少，也張記得好教張34撒天天，男裝嘅好教，男裝嘅碰來過少，記得張34撒嘅就中秋就全部抽大家衝下來做，所以我就做個新年彼此之間就可以分享。你過生日，然後你慶祝；我過生日，你過生日，反正大家都互相來慶祝就超嘞。超，有意思哦哈！你睇做彩雲對一個本來自家家庭之中阿妹老生意呢嘅經驗，結果車到好高地方，又車到冇相同嘅班級啦哈。那我就講，因為你睇提到咧，就好高係親細嘅好高嘛，等於講家長同你老沙期之間關係就緊密啦哈。佢除咗好高之外，都沙期中有類似咁樣嘅發通喎。就去年你有辦了一個很多一家一樣菜咁樣嘅發通。哦，一行像客家人條嗰講大刀絲嘅喎，一撒帶一樣來。帶一樣菜，然後今年呢就係米沙有創過嘅，然後呢就抽大家呢，日下當然唔係講規定大家出麥嘅菜出來，所以你就可能到，因為嗰邊有嘅西夏嘅朋友，沒有客家嘅朋友，所以呢大家帶出來嘅就係自家好食嘅東西咩，可能有嘅記得講醃豬肉，就豬肉，但是係生嘅。老人嘅鹹豬肉有冇共用？唔係，就講西夏嘅朋友要帶來用發酵嘅，還有就講。佢要再用幾條嘅散腐劑嘅，就很多馬酵係太陽嘅講法，馬酵係曬下嘅講法，所以就呢兩種，甚至還有朋友一個朋友呢，沒當神奇，佢將嘅啱啲客家用嚟講，很多黑水虻，就一種蟲嘅愛用嘅東西，細嘅蟲誒，唔係無影哦，唔係無影，但是佢就拿來就炒啊，煸啊，我就想講好什麼？愛什麼？那看片也有什麼，還有炒完也有什麼，生了以後藕粒度麼，我將來吃可能還有生，所以有切咔，你食到迄個時間就唔會有按樣感覺講係食蟲誒，但是食之前你看到哇，規盤就按糊一點，會當電影講。蔡雲講咧，我想到一件我自家嘅故事吼。我有擺到花蓮，就講演出面鋪落，都好讀到一個阿美族的婚禮。我記得嘅食嘅東西，比方出天來行啊，大家一樣圍定，挺歡喜啊，食東西飲酒，然後因為我哋去等於講去愛人，本人邀請去嘛，叫人講入境問俗還入境學俗嗬，就話我食到記得冇相同嘅食物。我印象中清晨嘅班我食到以後我。之前唔是食過嘅，係一種動物飛鼠，你知啊？飛鼠人哋客家用嚟講，客家用嚟講，係啊，反正嗬，幾樣東西係飛鼠的味，係食生嘅。唔過佢講，因為佢哋季節係春天，飛鼠佢食到係嫩嫩嘅葉嘅，所以對佢來講。其實知道嘅係清好嘅一樣菜，然後我老大家分享。唔過一大部分就變咗講，食物老文化嘅關聯性咧。有啲人知道講挺自然嘅東西，譬如可能就唔見得係按樣想。冇相同文化之間加入食物一件事情啊，之後都係有非常多嘅欣賞，係你講比較嘅地方啦。台灣人咧通常一開頭講一個家鄉味，所以說我哋按樣老菜園按樣打出來故事後，我知道。家鄉味應該係講比較來嘅，比較來的。係對，因為有老人冇相同，按用一比，你知道我知道講，哦，原來呢張面圖係屬於我哋嘅生活經驗，我嘅家鄉味啊。你咪會知道講呢家鄉味可能也係當接，就講你可能
细细时间无按用的感觉，当后来你太了以后，也系落的以後，你會回想過來講，可能去做多咗去潛，可能係潛得到，可能潛唔到。就講佢變成一個回憶嘅一個部分。因為我講比較來嘅，我就講因為他講係客家人，然後反正就講現在社會大家流動性很大嘛。我就知道印象中清晨係我對都特別來讀高中嘅時間。都弄不開始都弄不些東西，所謂開始外食哦。一般都看到你買下三大師米粉湯，都想到啊，是意思啊，挺好食米粉啊，做挺歡迎，然後就點一碗米粉湯來食。結果一食，一個唔係捱嘅米粉湯，用法按斷又按。他要，沒他粗啊，按斷嘅米粉湯，古常嚟講家鄉米真係比較來嘅，有比較上會低。還有佢提到講，我知道歲月，也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因素。我細個嘅時，因為我有親戚係帶花蓮嘛，我就印象清晨上世紀的，我過來看阿公嘅時間，我帶了個玉里的羊羹，細個時食到了嘅，我就。要買暗號聲，有個米湯，而且我一直記得。叫我睇嚟之後，唔知係因為我變到唔好食甜，係呢因為講人家做的食嘅東西多咧。過去食到嘅玉里羊羹嘅時，我就講要買很像老生意時，食嘅冇乜咁強樣咧嗬。唔過我想頭下參與老大家分享嘅你嘅小姨你去搞屋卡嘅阿妹嘅米絲嗬，我相信對生意來講，將來見到睇嚟之後，用版型大家來做幾兩個。米嘅從太多色了，因為全部會做，所以你還有皮用了掉。眾志高時，所以我前一波去，特別是文化主題公園嘅時間，沒有搞一條家庭，一條家庭去搞就搞幾條做結論個，跟我就吐兩個向下去，兩個生意啦，就我嘅處理，我處理咧，邊都處理咧，咁我就老佢講，我講好啊，講熟了以後，然後去旁邊可以指頭講看叻啥，可能唔曉得用啊，佢就要用啊，我老佢聽數一下。佢哋就佢哋就會搞。那本來我沒有一開始啊，所以有的要用刀嘅切物嘅，有當到家庭咪會講，就講生意嚟呢。哎呀，我危險喎！錯，切刀用解釋，等下出現用解釋，我就講唔是講，真嘅我比去個同事去個做，去個吃看呐，我就我後來我弟講，我硬講其實冇用。我生意嚟出來，做本幾條看嘅時間，佢切，佢用啊，我就老佢講，1、4歲、3、4歲就去甲拿刀嘅了。跟唔看，今日下拿幾好嘅呢？佢都就新嘅呢。因為你用嚟講，媽媽噴後蘭炸都會想講冇用，結果生意一出來，佢都就相信，有咩當奇怪？我知道菜語講到呢邊嗬，食呢件事確實唔單止。講材料、講米湯，還有一個時間，也有一個家庭嘅建議哈，非常嘅精彩。下一趟呢，能夠繼續來分享有關呢個食嘅故事。冇問題。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今日有請到齊彩雲小姐啦，大家講一件當日做嘅事情。唔過呢，台灣人講食，發現講TVN 台灣提到啲立法通因為帶嘅蔬菜難種，有客家人，有賽夏族，故說在判法通嘅時間，就會分享到聽到冇相同嘅食物。故說呢。食物其實係老文化有關係嘅，冇錯。以後菜園啊，啲人唔單止係寫，人家有非常多採訪，還有一個田野調查嘅經驗嗬。最尾節目，當我係節目嘅最尾嗬，聽到來請你來分享一下，你介紹按到外國嘅朋友，佢到樣板戲來看台灣嘅食物，係你講以樣板戲來客家嘅東西，一個族群文化嘅東西來介紹本佢哋，來談一下一個部分好嗎？剛剛之前飛珍阿姐有講到，有流通嘅一樣嘅感覺，錯冇？既然有流通，我知道嗬，
然后就会想讲，假使讲外国人很用蛮来看你台湾，看客家，甚至看你年出名的文化一件事情。那当想我长期到个眼光吗？眼光蒙住，心肝都去想看啊，佢第一摆接触的时间，佢感想很用办。所以当然嘅我头摆因为参加啲夏威夷有盼过嘅个去国外3年很多逐梦计划，所以我就参加一个组织，就是讲我做得到一个组织底部都会费用给副卡去带3年2夜，係50錢，也唔係講唔係講就講一天係用買油料，用買些油料，唔係，就係講屬自己嘅文化，所以因為按用嘅一個機會、一個機緣，後來我就變成台灣嘅接待嘅家庭，所以當然有當到嘅外國朋友就會寫信嚟來講，我做得到雅布卡嘛，因為你講老實話啦，就講帶苗栗較偏僻，又交通較唔方便，就講冇聽錯有人會來，但是寫信嚟來嘅人一定是就講。佢有按用嘅先強烈嘅統計上來，所以我就會親自來接待。所以我記得我第一擺接待朋友佢係尼泊爾，哇！我就帶佢拄好呢個去14隻總頭，移民之家嚇，所以佢就去看太祖。你講14太宗論宗嘅有個祭典嘅時間，係啊，就拄好佢來嘅時間看得到，所以就帶佢去看嘅慈太祖誒，好幸運。你記得有乜感受嗎？佢冇特別講啊，但是我是講。嗰當時你會卡有搶人客，有攀咗，所以佢就停定睇下傾下聲，一係一擺。結果後來冇聽錯會有乜嘅發通嘅時間，可能有朋友結婚，也係樣啊，就講佢就停定你嘅身份，唔係講啊 TP 來安排乜嘅節目表演啦也好啦，樣冇。等於講佢參與人嘅日常生活，你就帶定佢到鄉下去做錯咧，啊佢也停定做生意，識得到嘅東西。就講前2年有一個丹麥來嘅細阿妹，丹麥，佢當時才20歲，佢就知道講佢要讀大學以前要出來聊聊一下。張迪嚟講佢在去嘅時間要現那種可能，所以佢就知道講佢對那個編織。都有興趣，所以佢就來你哋會想看年出名嘅編織，所以我咪推佢去看第一呢也好嗬，也係水客嘅美有，所以佢看了以後當然也會啲外國卡識東西咩，我就做嘅你嘅鹹菜乾，然後剁豬肉，就按用羅腔下整備食，結果佢就講。按好食咯，結果原來大媽時節、前嗌時節，帶啲用東西來哦，一定要帶來嗌老係媽媽講哦，當生氣。等於講，你創造了一個佢對台灣很好嘅印象。大家會想講，哎呀，糊衝嘛。係，兩張米頭我佢會連定，佢想到台灣嘅時，我想到兩張米線。係。台灣菜園講到兩個下不然又想到你去講一個故事哦，因為兩帶個地方等於講係算莊下農村嘛，以後聽到這個部分，你講究一個所謂生活嘅安全，還有種樣板人對土地較好，友善的耕作，以後你去講有一個興趣，故說呢，你有接待外國朋友，看像你上次要不要去到外國旅行嘅時間？不用等一般人所謂有料嘅行場冇去，就走去看人嘅狀態。有啦，你係因為就講今年100，所以在過年就個新年嘅變寒假嘅天熱咧，因為有100嘅錯，就嘅香港嘅朋友有請你講去嗰片老寮，但是老寮唔係講你單純就講去觀光啦、買東西啦、新物街啦，好唔係，其實佢係希望講來看看你啲位，可能係冇香港嘅香港，啊就想講乜嘅很多冇香港嘅香港，你都想講啲果寮睇下、當果啊，希望嘅天火啊、萬奶都係啊，結果佢就講去看香港嘅鄉下，佢講神奇了，我就講好啊，我就去。結果去到以後，跟我生意咧，就我太妹嘅講妹就知道講，媽媽我因為下按叫嘅路呢，因為一坐按叫嘅菜呢，佢唔係講香港嘅東風片呢，
给味素，你都按用香香啊，还有 Disneyland 按用，我讲无啊，你要来撞下，我堂头就饺子就真嘅咯，真嘅，他就叫饺子讲啊。我来了了，因为来了行路按出来。伊可能想来当伊主带撞下，出来又看撞下。伊讲妈妈，你就带撞下，因为看人咧撞下，侬又按奇怪呢。唔讲来之后对撞下，下你讲对伊嘅菜市场吼。所以都会看到几只地方成翻嘅脉络。我听讲讲因嘅旅行嘅关系，我去到外国旅行啊，我听说我去行因嘅市场。市场差。哈，去看人嘅买嘅东西，什么嘅？只是讲哦，唔因为观察到讲，因为香港嘅人挺多，但是食种菜也没有嘅部分，但是有的味素，就讲你可能係記得很多嘅。年來嘅出名嘅嗬，先來嘅出名哦，記得帶味素，當到係客家人帶味素，呢一條農村鹹菜，但是客家頭擺有嘅雞嘅咩會有不平嘅咩，所以而家做唔得學雞，做唔得學豬嘅，所以記得呢行係要從嘅中國進口入來，但是還係有條人會種條嘅菜，所以看得到講。還有那個種東西呢件事情啊，在香港。既然呢下起價都難做，你要種東西嘛？我冇呢個係以為嗬，我當然冇卡，當然做下，所以當然睇下用嘅乾麥皮，炒嘅糖，實在很好食咯。應該是講親戚種嘅，後來嘅輸轉來以後，你唔係種啦，就講乾梨，應該是講乾梨，錯，乾梨乾麥鹽。只係講你乾梨咧，唔係講沖然哦拍醋啦，又係講嘅食嘅農藥啦，冇，全部不用佢生醋，全部去炸以前炸啦醋啦佢再拍一下，然後炸嘅多，就講有了像野生安樣啦，錯。所以講我知道我想去談嘅，想去老太爺分享，就講我幾時樣食到菜園，本來食嘅那個。乾麥皮做嘅，有人像人北京話講蜜餞，唔過又冇強用。我記當時講就講鐵lap出國嘅乾麥皮乾做得食，用板又按好食。你係用板已經想到了種創意，嘿。第一點當然是因為你不可以有乾麥唔是錢。係哦，錯。結果你試啦，你試那個水果嘅時間，你試了它用來就講給它寒，好。唔咩地講乾麥較寒，係就講有人粗嘅人就食唔得，但是有人講配過以後就食得，就會粗嘅人就食得了，就做得嘅吃了你嘅粗個，所以就乾麥皮嘅當杯係有嘅精油，錯嘛，所以我就更想，很少沒有人用乾麥皮做點乜嘅東西，但是樣板做出來我就來做實驗，所以後來我就。唔但像去看嘅網絡上嘅資料啊，有台灣嘅資料，一個英文嘅資料，一個日本話嘅資料，反正就看圖片，然後留個關鍵詞簽出來，去緊簽。後來我就想講，哦，韓做的按樣做，有韓腔按樣做，反正你就自己吃康納就出來，所以就吃康納嘅時間，一面吃可能咩有當到失敗啦，冇做好嘅就倒退啊。後來就幫佢吃康納，吃到講哦有。一做得就講炒到佢慢慢地配走來，就講唔食到嘅乾麥皮，像糖樣嘅。所以講吼，對菜園起家本身呢個經驗，我會想到就講，客家人傳統有啲嗰種，頭先你提到鹹淡啊，還是講嗰種豆腐魚啊，所以講嗰邊有非常多嘅師傅，嗰個過程就講習武。多嘅冇打掃，喺冇食體或廢體，用板兒攞佢保存，用板兒過攞佢製作。我感覺呢係可能係客家人非常特殊嘅一種神法嘅吃法哦。我是吃到講冇，這種他冇講我挑剔嘅東西。冇兩件事情。已經係人生唔得，可能就本豬嘅生，本雞嘅生，本雞嘅生。就講一全部係自然循環呢。你冇講我有廚餘，我還有標奶，有熟廚餘，有生廚餘。其實對我嚟講，全部有佢嘅去處。就話有佢嘅用途，有做得用，唔會浪費太多出嚟。係，你係我知道講第一種下。底下成份親自然嘅味素，不過我做了係挺重要嘅一種成分種出來嘅雜學啦。好，我剛剛係客家菜，我起家看一個特色，實際上頭先講了嘅東西，佢都會靠經驗、靠時間，
比方讲，我相信人家老祖先最早我想到泡菜了这个事情，可能也有经过很多的实验，才有法度做出来这味道哈。而且人家节目后面也一团哈。因为我哋菜园唔但像喺自家外按样菜，生活中去利用各种嘅材料来变色。哦，就知道讲係過動兒媽媽意思啊。我變鬼變怪，聽到嘅創意。當然呢，其實而家老兩件事情轉化做文詩，當嘢文章。我記得有篇文章，其實而老兩嘅食物啦、文詩啦兩個文學嘅意象，而老結合起來，還是挺神奇。你再老觀眾朋友分享一下。那邊再看到你嘅文章，也有人家嘅文章，也下飯，你用版很像嘅嘛？用版很像嘅哦。係啊。我使用寫文章對我來講係一個出口，因為做阿妹做按久嘅哦，因為我生年應6年，所以有懂得想要做嘅事情，真嘅冇限冇時間。但是真嘅你講我寫出來，我樣啊係有趣嘅，像水墨嘅。所以我會猜我可能前10年，我只係講熟悉材料，熟悉，但是唔係講我用乜嘅炒起來，就比如講我體溫度，身體的溫度，就今日下我將將呢條材料天天嘅。再攞佢吐出來，所以我會想講，唔係講，就講係啲好甜同嘅人啊，像我媽媽講嘅啦，就講冇一時甜，冇一時鹹，所以我會想講，對我來講就係我將呢條東西，在我寫東西嘅時間，我就怕點清。而且重點係分享，感謝蔡宇哈，今日帶來非常精彩有關咧嘅設計故事，還有佢嘅用版型創作一個創意。今日節目開頭哈，大家介紹到許貴賢先生嘅兩本書，大家係有興趣去把做嚟前來看。非常感謝大家今日收看真相同埋嘅節目，感謝蔡宇，感謝大家，感謝非正記。